大王，趁熱喝了吧。太医令说，大王在草原被毒虫咬了，一直没有好好的调养诊治，老这么拖着，就给耽誤了。太医若不常说些吓人的话，又怎能从寡人这兒拿到俸禄？拜见大王。芈月回来了。听说大王亲自将大公主送出咸阳百里之外，刚刚回宫。寡人并非多情善感之人，但是这次梦莹要走，心裡突然有些忐忑，所以多送了些路程。大王的病一直未痊愈，该多注意身子。大王，把药喝了吧。怎么连你也来啰嗦寡人了？多謝大王。夫人，听说太医院又派人去承明殿了。唉，自从2年前大王去了那一曲草原，被毒虫咬了，这身子就一直没有调养過来。一到春秋換季，就犯咳疾。朝堂上好像又有人在议论立储的事情。論才華，論軍功，公子當中無人能與華兒比肩。朝堂上和舊族裡也有不少人看好他。所以說，一旦大王立太子，公子華定是不二人選。這麼多年了，也該塵埃落定了。王後，拜見王后。甘大夫免禮，賜座。是。謝王后。這2年，當兒在甘大夫的悉心調教下，學業大有長進，這都是甘大夫的功勞。王后過獎，公子天生是運籌帷幄的戰將奇才，將來必定能夠成就秦國的雄圖霸業。論感恩，該是微臣拜謝王後。甘茂在外闖蕩多年，無法在雙親面前盡孝。昨日收到家書，說留在楚國的老母親多次得到楚國王宮裡的照應。甘茂肝腦塗地，無以回報。甘大夫太見外了，快請起。我們都是楚國人，自己人關照自己人，那是應當的。前不久，大王還向我問起當兒的功課，我說當兒十分用心，在甘大夫和初離子的調教下，已經讀過《大夫仲2篇》，離子10篇，《楚兵法》7篇，正要研讀《魏公子》21篇。看大王的意思，像是要考一考當兒。既然如此，我等該早做準備。大王一向重視公子，否則怎麼會這麼關心公子的功課？這看重是一回事，立儲又是另一回事。大王不也一直看重公子華，也曾打算立他為儲君嗎？那時大王沒有嫡子，先王後與魏夫人有關係特殊。那都是舊話了。眼下大王有了公子當這個真正的嫡子，公子華怎麼可能與公子當相提並論呢？更何況，微臣也向初離子提起過公子當，初離子也曾在微臣面前狠狠地誇了公子一番，說公子龍居鳳雛，天生王者。想來想去，這事還是要由初離子出面才好。儘管秦國有兄終弟及的舊例，但我看他對王位並沒有覬覦之心。如今他既是左相，
又是大奉常，應當由他幫我去向大王陳情。王後，在臣心目中，公子是太子的不二人選。只要朝廷商议此事，微臣定會鼎力支持公子。那就有勞甘大夫了。大王，处理子来了。臣拜見大王。看你的神情，有何緊急軍務？并無急事，業務軍務。可你眉頭緊蹙，難道是有什麼其他心思？臣思量了幾日，以為這要說的事情的確要緊。坐。大王，我們此時所處之地，乃周王舊時公社。因周幽王寵愛褒姒，亂了嫡庶，以至於太子平初奔申國，人心不服。犬戎攻破西京，平往東遷，將犬戎佔據的舊都拋給了我秦國的先王。先人們浴血沙場，無數白骨，方才有了今日大秦之強盛。但縱觀列國，許多盛極一時的強國，都是因為儲位不穩而引起內亂，強國衰落，甚至滅亡。你說了這麼多，到底想說什麼？是為什麼人遊說吧？非也，我是左相，又身為宗伯，主管宗室事務，當為大王諫言。欲見何言？大王，王後有嫡子，大王卻遲遲不立太子，這是為什麼？你還記得商君嗎？你還記得我因與商君意見相左，差點失去了太子之位嗎？而祖父獻公年幼時就被立為太子，又遇上了什麼事？大王，我若不是早早被立為太子，就不會被身邊的人推出來，作為商君變法之政的對頭，逼得父王在儲君和重臣之間做選擇。若祖父獻公不是早早被立為太子，也不至於被逼流亡異國，整整29年。臣弟慚愧。太子之位